市區嘅生活便利最吸引年青人同上班族。2025年入伙嘅匯明，距離黃大仙港鐵站只有數分鐘步程，擁有鐵路優勢，2站到啟德或者九龍塘，1站到鑽石山。無論返工返學，乘搭觀塘線、屯馬線或者東鐵線都相當便捷。匯明屬於單堂式設計，1層10伙。單位實用面積由178尺至375平方尺，戶型涵蓋開放式1房同埋2房，採用開放式廚房，另設有20伙低層連平台或者頂層連天台特色戶。物業提供住客會所、設健身室及宴會室等設施，附近亦有泳池，好動嘅住客不愁康體去處。位於黃大仙嘅核心地段，匯明附近有商場同埋民生商店，而大型商場只係2-3站之遙，消閒購物相當方便。